把其他的菜也拿出来。是。不知道大小姐最近在搞什么？哼，老爷都被关在牢里了，她有闲情在这儿摆酒设宴，去奉承什么那个孙大帅？切，放低身段不说，哎，还连声音都提高8度哎！孙大帅，娇滴滴的样子，让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大小姐一定有她的原因的，我们不要多说话。我说错了吗？她这样对老爷对吗？不要再说了。我就是要说，哼，这大小姐最近啊，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。哼，我算是知道了，真的不是亲生的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哎呦，可怜我家老爷被关在牢里，不知道吃得好不好，睡得好不好。老爷平时最挑剔了，他在牢里怎么会受得了呢？哎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想可以把菜带到牢里去，在那儿为老爷开火做饭。哎，你说说看啊，我是不是比大小姐还对老爷好了啊？干嘛挤眉弄眼的？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吗？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打点一下。给仇人做饭，要不要下点老鼠药啊？黄大妈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有话就直说，不要指桑骂槐。我没有读过书，我不懂什么忠孝礼义。可是大小姐，你应该懂啊。我们走。哎，来，大帅。大帅，来，再多喝一杯。再喝呀？不行啊，不行，再喝的话，我回不去了。那不要回去吗？真的吗？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？大小姐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平儿，我们走。黄大妈，你怎么能这样无礼？你，你别去管他们，坐下。不就是2个没有情调的下人吗？来，再喝啊！哎呀，来吧。周玉琴，你好歹也是大家闺秀，竟然这么下流无耻的勾引我家大帅！我告诉你，我崔珊珊不是好惹的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大帅，大帅，过门也是客嘛。来，那我也请三夫人喝一杯。珊珊，你疯了吗？你竟敢在我的面前放肆！大帅，啊，没事。大帅，你要是要他，就别再要我了。什么话！马副官，把他带走。来。大帅，你这狐狸精！没事啊，我们坐下来继续喝啊！来，别让他影响咱们的心情。来，我们再喝。你我没名没分，难怪会被别人说三道四的。现在三姨太这样对我，以后还让我怎么做人呢？哎呦，别这样嘛！你看，为了你，我都已经众叛亲离了。双泉镇的人都骂我，排挤我，连周家的下人都看不起我，说我忘恩负义，不救周家的人。我哪是不救周家的人呢？我是害怕为难大帅您嘛。哎呀，我从小是个孤儿，我最怕一个人了。大帅，我真的好命苦啊！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，把他们忘了。要不这样，以后你就做我的女人。可是会被人说闲话的。哎呀，说真的，本大少爱上你了，你嫁给我好吗？那三姨太她敢废话，我马上把她给休了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大帅，您真的肯为我放弃三姨太？没问题，本大帅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而且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肯嫁给我，
我马上就会把周家的人全部都给放了，让他们知道以前这样对你是不对的。还有，我要让那些欺负过你的人知道你是本大帅背后的女人，让他们以后不敢再不尊重你。这样，你开心了吗？大帅，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你对我这么好。我们真是相见恨晚呢。那就是说，你答应了？大帅。好啊！黄大妈，大小姐，我是来跟您请辞的。进来说吧。你是不是因为刚才我动气骂人才要走的？以前大小姐怎么骂我，就算打我，我也不会走的。可是今天的大小姐完全不一样了，你太过，有话想说就说。你是不是想说我太过无情无义了？没错，老爷出了事，大小姐为了自保，竟然不顾身份去勾搭那个孙大英。你明明知道老爷是最要面子的啊，还居然答应做他的四姨太。你知不知道双泉镇有多少人在议论你？大家都在说大小姐你贪图富贵，忤逆不孝。够了，你说完了没有？这个周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。好，你想要走就走，我也实在受不了你这样倚老卖老、絮絮叨叨的。那你就多保重吧。黄大妈，你去哪儿啊？黄大妈，黄大妈，你去哪儿啊？让他走吧。平儿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有人要见大小姐，我跟他说了，您不见客的，但是他……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事情可以劳烦戴副官亲自上门。我不知道你是高估了自己，还是低估了孙大帅。总之你在玩火，孙大帅他不是好惹的。你这是在用什么样的身份跟我说话？如果你是以副官的身份，我觉得你僭越了；如果你用我离婚丈夫的身份说话，我觉得你太可笑了。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女人了，我们早就一刀两断了。我就是关心你有错吗？错，当然有错。如果你之前懂得关心我的话，我现在怎么可能快成为孙大帅的女人了？玉琴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夫妻一场，虽然彼此都恨过对方，但我也不希望你有任何危险，你明白吗？你要懂得，任何一个男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希望被女人耍。戴永成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特别爽快的男人，可是没想到今天你在我的面前却表现得如此婆婆妈妈的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，你请回吧。表姐夫，
你又何苦为一个已经过去的女人操心呢？难道你对她余情未了？魏全，我跟玉琴从小一块长大，虽然现在没了夫妻之情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也不希望她有事。就这么简单？我看你真是个情种，既爱妹妹呢，又爱姐姐。其实啊，说白了，你我跟全天下的男人都一样，越是近的呢，越不珍惜；离得远远得不到的呢，哎，却让我们注意，牵挂在心，对不对？行了，来喝酒，喝酒，来。戴老爷，爹，没用的东西。哼，戴老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把我朋友赶走了，你得陪我喝一杯。你帮着孙大帅做事，把我们戴家的脸都给丢尽了。你知道工会的人怎么说吗？啊，说我教子无方。可你呢，还是不停的为孙大帅献谋献策，逼得双泉镇的人无路可走。你想过没有，像孙大帅这样的人，他来的时候一阵风，他走的时候也是一阵风，靠不住啊。你呀，以后做事学着圆滑点儿啊，别为了他把这里的关系都搞砸了。你爹我还得在这里做生意，还得做人呢。没你那么虚，明明不喜欢还要假装圆滑。我呸！告诉你，孙大帅他对我好得很，我的话他听，不像那个周世宏看不起人。你以为他的那些话靠得住啊？等你没用的时候，他照样把你一脚踢开。永成啊，伴君如伴虎啊！没办法，我就是喜欢这些虚幻的荣耀。谁对我好，我就为谁卖命。你姑爷，雨琪，姑爷，雨琪，小姐真是不在。出来！姑爷，小姐不在，她让开！雨琪，雨琪，雨琪，你把话说清楚。雨琪。孙大帅的三姨太动手打伤了大小姐，大小姐说要去卓医生的诊所检查伤势。现在初步来看没什么大碍，不过我还得给你做个详细检查，看看有没有伤及筋骨。这边请。有劳卓医生了。玉琴姐，六六，那你们两个慢慢谈，我在外面等。玉琴姐，爹啊，周老爷他伤势怎么样？
有没有什么大碍啊？没想到我那一下打得那么重。幸好那天晚上你偷了医书和12颗珍珠，要不然这些东西落到孙大英的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天我拜别了林丹，离开周家，经过信和堂来，见马副官带人到信和堂送医书、珍珠、藏宝图什么的，我就担心他之后会回到周家再搜，所以急忙回周家。我知道这些东西对周家十分重要，不能让孙大英夺取，只好出此下策。这一次多亏你救了周家，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周家的事情，这次也算将功赎罪。哦，对了，你那边顺利吗？一切都顺利。孙大英答应娶我，并答应在宴会的当天就会放了我弟他们3人。那天关卡防卫的会非常宽松，你就带着医书和那12颗珍珠离开双泉镇，一刻都不可耽误。哦，可是周老爷那儿只有医书和12颗珍珠，并没有什么藏宝图啊。我听马副官透露，可能藏宝图就藏在医书之内，那就更不能让姓孙的得手了。他如果势力再扩张的话，会危害更多百姓的。玉清姐，爹啊，周老爷他会在婚宴当天被释放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先斩去孙大英的左右手，再除去马副官这个障碍，然后再刺杀孙大英。你要的东西。谢谢。玉清姐，你这样太危险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这是唯一解救周家的办法。洞房之夜是下手的最佳时机。为了双泉镇，为了周家，我周玉清要替天行道。不，周家需要你，仙鹤堂也需要你。刺杀孙大英的事，还是交给我去办吧。六六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。沈家和周家的家传秘方都在你那里。这次咱们姐妹俩要合力捍卫周家。玉清姐，大姐，这次一定要小心了，别再丢下我这个妹妹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小心行事，你也要格外小心。带我去见玉琴。不好意思，卓医生正在为周大小姐检查身体，请稍等啊。等什么？谢谢你，卓医生。不客气。你来干什么？不知廉耻！我不是警告过你，你要嫁孙大英做小老婆，那是在玩火。好了，现在被他的姨太太打骂，你舒服了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结了婚以后，我可就是孙四夫人。你要是再不小心说话，别怪我无情。请你马上离开，不要骚扰我的病人。一个毁了右手的人，还有什么资格做医生啊？你要是再敢胡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不要得意忘形，我段永成不是随便可以得罪的人。哼！怎么搞的？一个人都没有。哦，来了，夫人。哦，马副官。老板，孙大帅订的礼服都准备好了吗？已经赶工完成了。您稍等一下，我准备好就可以让夫人试试合不合身了。还不快去？哎，好嘞。哎呀，女人呐，果然不能小看，前后只有3天，架子官威变得比我还大。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能为准四夫人效劳，难道这不是马某的荣幸吗？哼，难道你真的不明白，我一定让你一个人来陪我办货的用意吗？笨蛋！夫人，您的衣服，请试试。哎呀，好漂亮啊！
这里说话不方便，晚上喝一杯酒吧。马副官，你来啦，还傻站着干什么呀？快进来呀！来，进来。马副官，来，这里坐，快坐呀。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哎呀，相识一场，何出此言呢？说吧，你今天约我来，究竟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来，咱们先喝一杯，喝完了再慢慢说。你真有本事，过河拆桥。唉，我应该一早就看出来。马副官，你别动气嘛。你看，大帅也看上我了，设身处地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也会这样的，对不对呀？哎呀，别那么着急嘛。救救我！姓马的他非礼我，他不是人。大帅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大帅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大帅，看你不想活了！你听着，把马副官给我抓回来！是。大帅，放心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。爹，早知道这样，您就不要来救我们了。是我们连累你，你也别关在这里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事到如今，也不是怪谁的时候。究竟是谁拿来那本医书和藏宝图？这人用心良苦，应该在暗中保护我们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想想，如果孙大帅一早拿到藏宝图，我们还有命在这里说话吗？冠军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个人除了拖延时间以外，应该还有其他的打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得了吧，那个人说不定他早去挖宝藏发大财了。爹，冠群、天琪，你们还好吗？你不是忙着要当孙四姨太吗？怎么有空来关心我们呀？大小姐，你一个女人怎么能对付得了孙大帅呢？那藏宝图和那本医书到底在哪儿？还会有其他人这么做吗？你们不必多说了。爹，只要您老人家愿意，乖乖的给我和孙大帅做证婚人，那么冠群和天琪就有命回去，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。爹，绝对不能答应他。好啊，念在你的养育之恩，我也不想为难你了。只要你们好好跟我合作，把婚事做好，给我做足面子，让所有双泉镇的人不敢小看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和信和堂大大的好处。你是聪明人，好好考虑一下。爹，大姐她疯了，你不能答应她。开门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爹。玉琪，爹今天才知道，你才是周家最好最乖的女儿，这也对不起。大小姐，您今天真的很漂亮。谢谢。如果不是嫁给孙大帅，那多好啊。大小姐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大家呀？婷儿乖，你别哭。今天再怎么样也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我舍不得你，傻瓜，我又不是嫁了就不回来了。我就是怕你再也回不来了。净说些不吉利的话，小心我罚你。如果让你可以不用委屈自己嫁人，我宁愿你罚我，一辈子都让你罚。傻丫头，人生这一辈子很短暂，你怎么能够随便就让我处罚呢？记住，一定要幸福，以后一定要找个爱你的人结婚，知道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我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，你先回去吧。永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。上次你来找我，我很开心。我知道你心里其实还是有我的，而有些话我一直怄在心里。我想，你这么恨我，我也没机会在当面告诉你了。唯有寄情纸笔，以诉我的心。你我从小相识，千辛万苦才成了夫妻。我很遗憾，你我夫妻情缘竟是如此短暂。但我必须告诉你，你是我今生所爱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男人。我走了，希望你过上你想要的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如果可以，也请你念在小时候的情分上，善待我的家人。我会永远感激你。永成，多保重。哎，小赵，哎，过去吧。小赵，你，哎，来你，小赵，啊，好，过去吧。哎，站住，过来，站住。怎么样？打开，好，你，打开看看。这位军爷，我是医生，要出城买药，麻烦通融一下。好，对吧？那后面是什么东西？都是普通药棉和医疗工具，没什么。那我打开箱子给几位军爷检查。去吧。啊！哎，你，好，好，你啊，来看看。哎呀，哎呦，哪里？我扎到刺了，疼死我了。哎，我帮你。过去吧。军爷，我要不要再开箱子给你看一下？不用了，走吧。啊，谢谢军爷啊。过去。回去吧。
等一下。周医生，你又见面了。乔儿在哪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知道。那好，我自己找。打个灯。是。如果没有你要找的人的话，就放我过去。放行。谢谢各位大叔。我来走了。别动！站住！乔儿，我说过了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好酒啊！来，好，多喝点水，多喝点。来，明白。多喝点啊！来，吃。张老爷，今天是你女儿大喜的日子，来赏个脸，喝一杯。来。我走了，天琪，别冲动，忍着点。大先生，我祝你和孙大帅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谢谢欧总管赏脸来喝我们的喜酒，以后训话堂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。我答应你。大小姐，少喝一点，春宵一刻，值千金。谢谢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来，多喝一点啊！
哎，哎呀，让你久等了，我的大美人儿。来来来，我们先坐下，喝一杯交杯酒。来来来，哎，夫人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大帅，我先帮你宽衣吧。哎，别急，咱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来日方长。哎呀，现在这个时候，我想跟你聊些心事。我呀，竟然能娶到一个像你这么善良的女子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不过呢，我心里边确实有点不踏实。玉琴啊，我真想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真的爱我？啊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太幸福了，这真的好像是做梦啊。嗯，大帅，大帅，赵琴，你果然是假情假意，还好我有防备。大英，你为师父亲，所有与共。你骗我，你可骗我！醒了，周雨晴，说真的，我本来还挺喜欢你的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真的这么毒，真的想把我杀掉。其实啊，我早就知道，你是利用我，把马副官给赶走。怎么样？现在还想不想杀我？呸！我恨不得跟你同归于尽。我才不想陪你死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寂寞，我会找一个人陪你一起上路。来人呐，在，把他带进来。走。六六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大家。哼，好啊。现在真假女儿、大小美人都在我这里。戴副官，你做得很好，谢谢大帅夸奖。东西给我。是。没有啊，全部都是些草药吧？哪有什么藏宝地图？来，我看岂有此理！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宁愿不要再见到你。为什么？我杀了他，你逃走了，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吗？那岂不是都让你赢了？你有哪一回输给了我？你每次都赢我，就这次我输给了你，因为你才是周家，才是周老爷最好的女儿。
要赢，我们要一起赢；要输，我跟你一起输。至少在黄泉路上，还有我这个坏妹妹陪你，不会太寂寞。六六，大帅，你看，原来在这里。怎么是空白的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那老混蛋万重山没有骗我，真的有藏宝图啊！大帅，你看，还有字：欲入大总管李莲英之藏心宝地，必须无4名入门弟子齐心合力。沈燕，藏心宝地，这名字好奇怪。大帅，最近我也查阅了一些清宫的秘史，听说李莲英以前是慈禧太后身边最会使用大内密传藏心术的，他是皇宫中生存的藏心人，没有人能猜得到他真正在想什么。唯一能够接近他的那个人，就是会美颜术的御医。但这位御医呢，他不仅能歌善舞，而且还能够帮李莲英排除异己，深得慈禧的宠爱。后来李莲英死去之后，这个御医也知道自己难逃一劫，所以深夜离宫，从此音讯全无。我怀疑这位御医就是沈燕。原来师傅教我的藏心术是这样来的。好啊，戴副官，看来你查到的事情可不少啊。过奖过奖，能在大帅身边办事，就必须得用心才行，才能够拿到大帅你想要的东西。好，不过沈燕的4个徒弟之中，2徒弟欧阳俊已经死了，剩下的就是周世宏，现在在我手里，还有在逃的就是万重山跟那个沈柔。都是你这个臭婆娘！要不是因为你，万重山和沈柔就不会跑掉。看我不打死你！伤害我姐姐，六六！你以为你能挡得住吗？我连你一起打！大帅，何必跟2个女人计较呢？我们以大局为重。好，我现在就把这2个女人交给你。不过我很想知道，对这2个曾经背叛过你的女人，你现在心里有什么感觉？大帅尽管放心，对待背叛过我的人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折磨死他们。好，那我就交给你了。戴永成，是你杀了林丹，他好歹也是你的朋友，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？林丹的死是你们2个女人所赐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我戴永成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折磨你们的。要对付就对付我，永成，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，不要伤害六六。住口！来人，到！把这2个人给我带去柴房。是。走。大小姐，来吃口烧鸡。我不饿。你怎么能不吃东西呢？要不我去给你摘点野果。不，我自己会摘果子，你摘的不适合我。你又何必跟我怄气呢？我知道我没跟你说宝藏的事，你生我的气，你觉得我在骗你。就算我得到了宝藏，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分享。
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万重山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你跟周世红两个喜欢名利，喜欢宝藏，可我不稀罕。你们两个喜欢夺宝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，真的要夺宝，当然和你有关。大小姐，请你相信我，师傅当初在藏宝的地方设计了机关，而这些机关必须要由我们几个徒弟一起同心协力才能启动，打开密门。什么？你是听谁说的？师傅生前的好友魏公公告诉我的。大小姐，你不要怕，有我在这里。我出去看看。谁？别动！你干嘛？放开他！万老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放开我！别动！万老板，只要你答应我去找宝藏，我就一定不会杀你这个瞎眼的相好。放开我！叫什么叫？大小姐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数3下，3、2。我跟你找宝藏。想不到万老板也是个痴情种，瞎婆娘，算你厉害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马副官，怪不得我找不到万重山和沈柔，原来他们在你这里。不错，现在只有他们才能打开李莲英的宝藏。我已召集人马，随时候命。大帅如果答应我的要求，从此不再追杀我，我们合作寻宝，他们就会没事。如果今天我回不去的话，我的兄弟就会做了他们。那么，大帅就算有了这张藏宝图，也没有人能帮你打开宝藏。马副官的意思是威胁我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大帅，我今天赶回到这里，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赌注：如果你要了我的命，咱们就一拍两散，什么也捞不着；如果我们合作寻宝，咱们就一拍即合，宝藏一人一半。马副官，你怎么跟大帅说话？哈，你们杀了我吧，你们也别想得到宝藏。开枪！你别紧张嘛，我杀你，真的什么都得不到了。你说的非常对。哎，坐下来慢慢谈。来，马副官，请坐。哎，坐下来，我们慢慢谈。哎呀，马副官，我们的误会太深了。其实吧，咱们两个出来混，为的就是想赚个钱。哎呀，说真的，钱真的是很重要。因为有了钱，即使你的脚残废了，你还是可以请人家抬你到这边去，抬你到这边来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本大帅觉得，你的余生这个脚是没有用的了，反正有钱了是吧？来，我帮你吧，只要我一枪打下去，你的脚就可以废。好，我们4-6，你6，我4、5，好，4、3、7可以了。3，2，好吧，这就对了，马副官，这是我认识你以来最聪明的一次。本来我就想跟你2八分的，要这么多钱干嘛？没有脚就没用了。倒茶。
给我走快点！你们要宝藏就自己去拿好了。你不要宝藏可以，难道你连你儿子欧冠群的命也不要了吗？什么？什么？你把我儿子抓走了？别这么看着我！我告诉你，你的老相好跟周世红早就连儿子都有了。你不会告诉我，你蠢得像猪一样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吧？总之，周世红和你那儿子都在孙大帅那边。如果你不想周世红和你儿子死的话，等到了孙大帅那边，你就乖乖的给我打开宝藏机关。快走！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要你扶。快走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你们也到了。万重山，我对你向来不薄，你居然隐藏这么多事情！李莲英啊，果然早有部署。这个地方确实难找。大帅，李莲英生性狡猾，帮他设计这个墓地的沈烨，我想也应该不是个省油的灯。要不我先进去看看？不用了，让他们3个徒弟先开路。大帅，您看。东宫留情不留命，西宫留命不留情，藏心自保，什么意思？啊，说话呀！说话呀！六六，过来。这写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那么笨，我哪知道啊？你笨，那我就一枪打死你，看你笨不笨！不许你伤害他！我们不是说过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你以为我不敢打死你吗？我一样可以打死你！哎，大帅，她只是个乳臭未干的臭丫头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你不知好歹，蠢得像头猪。你怎么会明白李莲英的心思？大帅，要问，得问她。她是这臭丫头的师傅，她可是沈燕的女儿，是个厉害的角色。哼，看不出来，你小子真有心眼儿。哼，没错，我是曾经听我爹说过，当年李莲英在东宫的慈安和西宫的慈禧这2位太后面前左右逢源，她确实在情与利之间犹豫徘徊过。可是这2个洞口，我想，可能李莲英也是为了要测试来寻宝的人是选情还是选利。哼，依我看呐，只有背弃忘情的人才有命、有钱、有权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看来你眼瞎心不瞎，而且本大帅看得出你很精明。钱呢，我也要；命呢，我也要。你们兵分2路，大夫官，陈队长，是。你们带几个人，带着这些小的到东宫去。是。把他们押走。走，跟走。你们2个，还有其他人，跟我去西宫。大帅，那我的人呢？哼，马副官，东宫西宫你自己挑。不过呢，你的这些人我信不过，让他们留在这里。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，快！
跟上来，跟上来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一步走错独断肠。这里是不是有个水潭？是，看起来好像很深呐。深不见底，大家要小心。除了水潭之外，还有什么吗？前面的路全部是一块块石头搭起来的，上面刻着很多药的名字。是什么药名？大剂、山奈、蒲夫锦、金银花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过去就是了嘛。哎，你过去。哎，怎么办？过不去怎么办？你们看，那边有个水帘，水帘后面有个石门，我相信宝刀就在里面。怎么办？你们俩赶紧想想办法，说话呀！快说呀！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如果什么都想不出来的话，我大的小的都毙掉。我们沈大御医的女儿这么聪明，而且这个机关的设计跟你爹相当有关，你不可能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拜托你了。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样，我爹帮李莲英设计了机关，那前面那几块石头不会无缘无故的写上草药的名字，一定是开启机关的秘诀。莫非秘诀都是药方？有可能。世上那么多药方，到底能是哪一种呢？复兴，刚才你进门的时候念了2句诗，你再念一遍给我听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一步走错独断肠。这2句诗中，唯有“独”字特别的拗口。难道我爹有什么提示吗？难道是毒草？我爹生前只用过一种毒，曼陀罗花毒。这里到处都是曼陀罗，难道是我爹五味消毒散？对呀，如果是真的还好，但如果走错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横竖的要死，我看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试试。哎，等一下，五味消毒散有5味草药，包括了金银花。没错。还有椰菊花。对。还有蒲公英。此花地定。此辈秦葵。开了，你想到的神验，
居然要用药方来当水帘门的口诀，看来这山洞肯定有宝藏。这个宝藏一定要他们徒弟3个人合力才能打开。别晃他，你别管他。走开！你们干什么？都把头给我低下来，闭着眼睛走，继续走。嘿，这怎么搞的？我们走来走去还在原地，无情无景无相，到底走哪一条路才对呀？难道这3条路是按照藏心术的口诀设计的吗？无相就是一切都消失，无情就是要牺牲自己所爱，无己就是要自己牺牲。到底哪一道门才是出路？沈柔，我看得出你又想到了什么，说来听听。既然有3条路，我们就兵分3路吧。也好，本大帅跟你走一条路，其他人兵分2路。沈柔，跟我走。等一下，大帅，我们是不是再多个人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想带你的老相好一起走是吗？万重山是最早知道宝藏的人，你不觉得他跟着我们对你比较有利吗？柔儿，我跟你一起走，我可以保护你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是你死还是我活还不知道呢。大帅，像周世宏这种不识相的人，让他走无相之路吧。你在指使本大帅做事吗？我就偏不让你如意。马副官，在，你带周世宏走无情之路，你们4个走无相，你跟我走。柔儿，柔儿，柔儿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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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啊！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？我曾听我爹说过，无相之路就是会让一切消失。既然我们兵分3路，一定会有一路进入无相之路，里面一定会有让人消失的机关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还好我没有走无相之路，要不然肯定会死。我明白了，是你故意这样的。你这个瞎婆子，你要死就死，
还要拉我给你陪葬，看我能打死你！父亲，你中箭了。大小姐，我没事。箭有毒，父亲，父亲，我没事。箭有毒，不要碰箭头，我不能让你也中毒。父亲，父亲，你在发抖吗？啊，父亲，你刚才跟先走的，你不用管我，父亲。如果你有事，我就算逃出去，我也不会快乐的。父亲，父亲，大小姐，父亲，我恐怕活不成了。我知道，你之所以恨周世宏，是因为他誓约骗了你。我不想输给他，不能像他那样骗你。你上次问我，那晚我是不是喝醉了？我在死之前，我一定要告诉你真相的，否则我下辈子再也无法面对你了。父亲，那晚我很想喝醉，但我没有醉。我去了你的新房，我居然亲眼看到周世宏跟着你们抱在一起，你们居然背着欧阳军做出苟且之事。我没有做对不起军哥的事，我没有。是那个周世宏那个畜生，是他逼我的，我没有。是我误会你了，我当时快要疯了，所以我恨你，我想烧死你。我要让他们都得不到你。还有二师兄，他趁虚而入，他骗你嫁给他，可恶！我也要烧死他，就把他烧死。我烧你们！我烧死你们！烧死你们！怎么是？那场火是你害得我们沈家家破人亡的，不是周世宏，是你。当我离开的时候，已经很后悔了。
没想到半夜还会这样。大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走！见鬼了！这怎么转来转去，又转回来了？无相之路已经没了，不知道无极。柔儿，柔儿，柔儿，你没事吧？孙大英和崇山呢？死了，都死了。福星说了，沈家的火是福星放的。是他放的。柔儿，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了，我们。你们都说爱我，可你们却毁了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本大爷没时间听你们谈情说爱、说恩怨。现在万重山和孙大英都死了，就剩下你们两个陪我找宝藏。如果你敢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毙了他！笑什么？不许笑！再笑我就毙了你！马副官，现在人一个一个死了，我们出不出得去都不知道。你不要害人害己了，我们赶紧找出路吧。啊！今天马爷就豁出去了。如果找不到宝藏，我们就一起死在这里。走。这一定是李莲英的棺材。来人，把它打开。是，别着急，小心安全。快点，开棺！使劲！使劲！大帅，你也来了。我被那霞浦那设计，差点被他害死了。还好本帅命大，终于被我转来转去转到这儿来了。他们人呢？他们人关我屁事，我管他们死活。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了。对，大帅，你听我说，这里有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好啊，好啊！你们孙老，开棺！去！大帅有令，谁敢违抗，格杀无论。快点，快走！快点，走！有封信你去看一下，去。怕什么？快点！
念来听听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随心所欲有几人？断头断发情难断，只恨半点不由人。怎么，这大太监李莲英的墓，就只有烂头发还有帽子衣服？金银财宝呢？金银财宝呢？大夫官，搜！啊！搜啊！断头断发情难断，只恨半点不由人。想不到李莲英的内心竟然是藏着情感的，说不定她本性是善良的，只不过在深宫中被逼无奈要杀那些她不愿意杀甚至喜欢的人。那些头发有可能是那些断头人的头发，她留着也算是一种忏悔和悼念吧。大帅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他娘的费了这么大劲，都找不到金银财宝！你这个烂太监阉人，看我不炸死你！趴下！快！大小姐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那就好。怎么样？这就是传说中老佛爷赏给李莲英的还君明珠啊！这可是无价之宝。你看，这个东西都不拿走，大帅，赶紧偿命吧！这些东西不值钱，什么偿命？叫你拿你就拿，没时间了，大帅，你给偿命！你别，我让他们听懂了，你连值钱的东西都能带走，要不然我一头打死他！对了。我收到你的信，你说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男人，我相信，所以我也来了，因为我希望你死。永清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傻？这辈子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一辈子。乔儿，我不管你是不是乔儿，我都要说，如果可以让时光倒流，我希望16年前我没有带你们姐妹俩去看花灯，那么你们姐妹俩的命运就不会因我而改变。我很想
重新改变大家的命运，但是我不行了。你们刘成哥，刘成，刘成哥，刘成，你不能死，刘成，刘成。走，自己一个人都懂了习惯。我前面有出口，我走。你小心。别让开了！我没事。柔儿，柔儿，你们快跑！柔儿，柔儿，你快躲起来！啊，快！爹，你们都逃出来了，太好了！关群，你娘呢？我娘她……周老爷，您放心好了，她没事的。她受伤了吗？爹，娘她有你保护，她没有受伤。爹，周老爷，爹。不行，冠军哥，快想想办法！冠群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要不然我去找威廉吧。来不及了，爹的五脏六腑严重受损，他是硬撑的，大概也就这2天。只希望他走的不要太痛苦。柔儿，你在哪儿？爹。柔儿，别走。柔儿，爹。别走。爹昏迷的这几天，一直都叫着你娘的名字。柔儿，别走。药熬好了，我来喂吧。别走。跟我来。六六，你知道娘在哪儿吗？我……快告诉我，我要帮爹把娘找回来。可是他肯定不会见你的。为什么？我是他儿子。可你也是周世红的儿子。
你们三言两语就会闹翻，你去只会把他气跑，他不回来怎么办呀？娘最疼你，你帮我把娘找来好不好？我。冠军，别要哭血了，你快来呀，冠军！是你啊。刚才你跟冠群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如果你知道沈柔，你师父在哪里的话，可不可以把他叫来见爹最后一面？为了周家，为了爹，了却最后的这个心愿。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让爹开心的事，可这一次，我求求你帮我这个忙，好吗？你约我来，就是为了让我去见周世宏吗？是。周世宏伤得很严重，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。师父，你知道吗？他受伤回来的这几天，一直都昏昏沉沉、迷迷糊糊的。我好几次去给他送药的时候，都听见他喊一个人的名字，虽然很含糊，但我听得出来，他是在喊师父您的名字。所以我这次回来，是想求你去见他最后一面。师父，我觉得他为了在走之前见你一面，真的撑得好辛苦啊。香儿，是。你还把我当成是你师父吗？我没有办法不把你当师父，因为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。你既然还把我当成你的师父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我已经习惯恨周世宏了，我不会去看他，让他称心如意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我真是不明白。当初你恨周世宏，是因为你认为他放火杀了你的亲人，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，害死你亲人的人是万重山，不是周世宏。你不觉得这样很亏欠周家吗？亏欠？那我的伤痛呢？你又怎么知道我的新婚之夜是怎么过的？他毁了我的清白，毁了我的家，我一个人从火海中逃出来。我面对着湖水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那一夜是漫长的一夜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从此再也看不见。过了一天、2天、1年、10年、20年，我再也看不到我的明天。就算那场火不是周世宏放的，但是他带给我的那个黑夜，却是无止无休。没想到，曾经爱过的人，最终会像您和周世宏这样，彼此伤害，彼此折磨。所以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你跟他有感情，你认他当爹，我没有意见。不，他最想见的人是你。如果他见不到你的话，他会死不瞑目的，师父。那是他的事情，我不管他对你怎么样，但是，你敢说你心里没有他吗？如果你不爱一个人，你会把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吗？你从
收我做徒弟的第一天开始，你不就这样费尽心机，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他身上吗？你要是再敢说一句，你就是打死我也要说。周世红就快要死了，人只要死了就变成一捧黄土，烟消云散了。你过去20年一直在恨他，但是你还要在接下来的20年里恨一个已经化为灰烬的周世红吗？没有爱，哪来的恨呀，师傅？从今后我没有你这个徒弟，我不再是你的师傅。我原本以为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你原本是我最最敬爱的人，你如果还要把余下的时间全部放在一个死人身上，我看不起你！你这个心肠恶毒到极点的女人，我不现在喊你师傅！你滚！你给我滚！滚！柔儿，柔儿，你在哪儿？柔儿，柔儿，世红，等很久了吗？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也是。你终于穿上我送给你的衣服了。这件嫁衣是我为你准备的。我们错过了25年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我为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茶。来。柔儿，柔儿，柔儿，你在哪？别走，你别走，柔儿。他来了。你穿了我送给你的新衣服，真好看。雨晴，沏茶。是，我想喝酒。对，我们是再喝一杯。我愿大步向前，昂首在天地间，把人生这杯酒我等了25年。你怎么不喝？我在等。你在等什么？等你死。你说什么？等你死。我愿大步向前，
昂首在天地间，怕人生当梦魇模糊了你的脸。走过沧海桑田，岁月到浪后边，向前道路不限，在漫天风雪前。爹，周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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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周师傅，你这辈子从来不肯对我说对不起。这次再不说就没机会了。对不起，我爱你，却害你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踏入周家，却也是最后一次。如果可以重新选择，那一天我一定不会失约，而是用大红花轿抬你进周家大门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你在哪？师傅，师傅。香儿，所有一切与你无关，我一人承担。你去找回原来的你，找回你的心。从今以后，不再藏心，单纯的去做你的香儿吧。师傅，香儿今天才明白，你原来不是我认为的无情，而是看似无情却有情。
只可惜，我再也无法面对周家。我罪孽深重，从哪里来，就该回哪里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天琪，琪琪，对不起。亮亮！信和堂是爹一生的心血，承蒙大家的努力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我代表爹感谢大家。爹虽然不在了，但是信和堂还是你们的家。我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努力，将信和堂发扬光大，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。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，我是不会离开信和堂的。可是，今后谁来当这个家呢？大小姐之前为了大局忍辱负重，可欧顿馆毕竟是老板的亲生儿子，老板生前有过交代吗？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大小姐为信和堂的付出是最多的，信和堂当家的，大小姐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相信爹的在天之灵，也希望你能够重掌信和堂。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。是啊，都会支持你。不，我们都支持你，都支持。我再怎么说也是，还是冠群名正言顺。大小姐，你就别再推了。大小姐，你就别再推辞了。你是信和堂最好的当家的。是啊，大小姐，不要推，你就别推了。看来这个当家你不当都不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以后一起努力，好吗？好。进来，不就是一句话吗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晴儿，你在干嘛呢？大小姐，黄大妈，大小姐就在面前，你有话就快说嘛。我是来看病的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还装什么病啊？有什么话你就说，道个歉呀。大小姐一定会原谅你的，是吧？我有眼无珠，不识好人心，太对不起大小姐了。我没脸见她呀。等等，黄大妈，你来看病，总得等我把完脉之后你再走吧。哎呀，你病得可不轻啊！啊？什么？我真的有病啊！哎呀，可是我明明是在装病。是，你病得很严重，你有眼无珠，口舌招尤，没事做呢，总爱胡思乱想。不过你对主人倒是忠心耿耿的。你这个病啊，其实很好治，只要回周家来当管家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一顿呢吃3碗白饭，心里舒畅了，也就不药而愈了。大小姐，你原谅我了。你可让我回来了。平儿，哎呀，大小姐她原谅我了，她让我回来了，她原谅我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大小姐。
小贝好，哎，珍珠吃好。大嫂，你这是肺热，所以咳嗽不断。我开药给你，要按时服用，多休息就会好的。谢谢大小姐，我病死了不打紧，可怜我的孩子成了孤儿。大小姐，你真是我们穷人的活菩萨呀！赠医施药是我爹的意思，我只是执行他老人家的意愿罢了。来，外面有人会给你配药的。周家可真是积德行善，谢谢。走了，小宝，别碍着大小姐看病。谢谢大小姐。走吧。你是不是也不舒服啊？来，我帮你把把脉。谢谢你治好我娘的病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好香的花啊！谢谢你啊，说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爹，二娘，我们会继续帮助穷人，替爹和二娘积福。请你们的在天之灵继续保佑信和堂名扬四海，救济苍生。爹，二娘，今年的义诊一连3天，治好了上千穷苦的病人，连邻镇的病人也闻风而来。这束小花就是一个病人的女儿送给我们的。永成，你还记得你的信和堂改革书吗？我认真的看过了，真的很好。我按照你的意见，在天津开了一家分店。我跟你爹商量过了，让你的哥哥代为管理。他还说，你的想法真的很好，比你哥哥们都好。永成，你听到这句话开心吗？我知道，从小你就有一个心愿，要在你爹和哥哥们面前争口气，让他们看得起你。现在你真的做到了，而我也会继续照顾你爹跟代家，朝着你的梦想继续迈进。我想好了，卓医生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卓医生，你从早上忙到现在，连口水都没有喝上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啊？你看那么多病人，怎么好意思让他们等呢？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我是担心你的手。
是不是比以前更灵活了？要不要再看一遍？算了。放心吧，我右手不行的话，可以换左手。我还要感谢那个戴永成，让我把左手练得如此灵活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去叫下一个病人。好。威廉，你好。你这个工作狂，要记得多休息。我现在正在全国巡演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每到一地，观众的反应都十分热烈。进你吉言，也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可罔顾一切的其实，我全国巡演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吸引66现身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他会看到我的演出，激起我与他在生死关头曾经许下的共同心愿。祝我好运吧。玉琴，我来帮你。啊，谢谢。媒人每天上门，争着介绍了好多姑娘给你，为什么你不见一见呢？难道就没有一个合意的吗？别提了，一说到那些媒人我就头疼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带我去应付他们吧。就说你要再嫁人，我相信那些媒人如果知道信和堂的大当家要找如意郎君的话，他们一定开心的不得了。我才不想自找麻烦呢。那你就终身不再嫁了吗？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有时候不是我不爱别人，而是我心里已经有了最爱的。我就是这么死心眼儿，认定了一个家，认定了一个人，就很难改变。冠军，对不起。其实你也不用改变，这就像我们眼前的风光一样，我虽然不能独自占有它，但是我可以默默的去欣赏它的春雨冬雪，这样我就满足了。就像爱一个人，有很多种方式，你的爱是付出，爹的爱是得到，而我的爱，也许就是守候吧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会等下去，我会永远的等下去。今日如果不死，明日让我们再演一次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
哎，你干嘛去？六六，我看见六六了！六六，六六！六六！六六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我也知道你一直在躲着我，可是你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苦？我全国巡回演出演了365场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我就是为了找到你。你终于出现了，为什么你还躲着我？你以为你躲着我，我就没有办法吗？我会等，就算有一天我等到老，我等到死，我也会等，一直到你出现的那一天。喂，雪下的这么大，也不知道躲一下。周七七，你真是个大猪头。我不许你再走。喂，我快喘不过气来了。我不管，你太狡猾了。我要是放了手，你又再溜走怎么办？那就凉拌呗。哎，干嘛？绑架！只有周七七才能赎走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这样一辈子跟你绑在一起。那这么说，我就没办法了。你们看，那有魔术表演。哎，对，去看看吧。走了。哎，乐乐，你等会儿我。哎，姐，你慢点。咱们家这个6677组合，完全就是2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这一看见好玩的，就把咱俩丢下了。现在啊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他们是不会把我们丢下的。怎么，你还在想小时候的事情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每次我来到这个地方，都会想起乔儿，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张大为，我要你把我手上的冰糖葫芦让魔术师变得满天都是。啊？人家说人家灯会上有魔术师，我要魔术师把我手上的冰糖葫芦变得满天飞。要冰糖葫芦满天飞，就要等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吧？你要想让我开心，想让我相信太阳能从西边升起，就把我手上的冰糖葫芦变得满天都是。啊？这有点困难。我不管。好吧。
哇，好厉害！只有乔儿才会这么说的，难道真是乔儿？哇，太棒了！我终于看到冰糖葫芦满天飞了。乔儿，嫁给我吧。乔儿，祝你幸福。